社会上有真侪无灵的错误资讯，国民健康署最近设计一套互动的游戏，要来推广正确无灵的知识。意思是表示讲，饲无灵饲到6个月，阿婴仔就应该开始食一寡副食品咯。啉无灵的囡仔不一定需要佮补充水分，嘛建议讲无灵上可以当饲到2岁以上。我有听朋友说，就是6个月之后，就是母乳的营养成分会越来越少。那我是不是要开始准备配方奶了呢？到拄满月幼婴仔抱的这个妈妈对医生提出伊的问题：这些各式各样的一个均衡的营养素，这个食材去做成的这个副食品，这个是帮助宝宝能够更好的一个成长，这个叫做副食品，所以不是去加配方奶。真侪妈妈拢想要饲母乳，但是会惊家己的母乳无营养或者是无够。医生表示，妈妈的心情要放轻松，唔免特别食啥物物件来发灵。其实只要宝宝多吸吮，所以宝宝如果他想吃，我们就喂他，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奶水就很足够。国健署收集民众对母乳的背书，最近发表一套线顶的游戏，互当咧饲囡仔的爸爸妈妈，也是准备要做爸爸妈妈的翁仔某参考，哪算哪学。母乳的成分有90%是水，母乳宝宝不需要额外补充水分，对还错呢？喂母奶的孩子啊，他其实不需要再喝水，因为母奶90%以上都是水分，没有错。那即使在很炎热的夏天，那个水分都是够宝宝的。卫教署表示，透过游戏会当互少年爸母知影正确的母乳资讯。国健署嘛当咧推广，邀请民众伫12月初1进前去线顶挑战，有机会抽大奖。记者林书霞、郭林报道。